了一间私人的宫的一个姓蔡的庙公，买一对坚重的蜡烛拜拜。这个看蜡烛的火愈烧愈美，倒起来火光差不多有30公分悬。伊阵啊紧张甲想要赶紧来拍火，阵啊用面巾甲蜡烛包起来，无注意落伫涂骹，玻璃管啊强强爆炸，引起到伊的手甲骹骨落的所在拢二度烧着伤。事后伊嘛甲厂商投诉反映这件代志，厂商嘛随甲蜡烛落价回收，初步又讲有可能是因为倒落物件才会烧甲遮厉害。放伫咧暗道顶的楠木蜡烛，原本是菜伫遐安尼好势好势，不过煞唔知影什么原因，火是安尼愈倒愈旺。这个情形嘛，拄上楼的公主看甲拢硬去，伊就赶紧要去咧灭火，无论是用手甲热，用喙甲喷，这个火还是拍袂花。火一个烧起来，连边的金纸嘛拢吓乌去，规个烧起来火势有30公分悬。尾伊就赶紧甲这金纸甲夹去边啊，上尾也实在无法度，就要去摕筋仔甲蜡烛甲刷对涂骹去。想袂到这个时阵，底蜡烛的玻璃管啊煞裂开。使用了差不多20几组了，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。厂商讲，咱的鸟毛我当下我有是回想鹦鹉伊讲伊的鸟毛造成着伊的自燃，毋过我当下是拢无人伫遮。这个惊险的过程，嘛，互公主的骹甲手有真侪所在去互蜡烛油烫着含烧着。这个代志就发生伫高雄的大寮。这个姓蔡的公主表示讲，加在发现得紧，也若无效果是不堪设想。伊嘛去甲这个蜡烛的厂商甲投。我们已经用这种最强的火焰直接烧了，看看它也是几秒钟它就熄灭了。对啊，所以它的情况就有点像这种，就是说一直持续的有东西在里面闷，在里面烧，然后导致它整个发起来才会像这样子。代志发生了后，厂商随来遮甲蜡烛甲回收转去，过来示范真侪点蜡烛的方式，不过一直拢无出现施动时的情形，所以因伫判断讲，这有可能是别项物件炼伫内底，才来引起遮大的火。即马干那希望讲化验通啊检验出来，甲这个真相甲背后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